話說有晚凌晨3點，偉哥我喺蘭桂坊飲完2杯，準備截的士返屋企，行過條暗巷，見到個西裝骨骨但係醉到腳步浮浮嘅阿叔，捉住個着黑皮褸嘅神秘人喺度咬耳仔。個阿叔死都唔肯放手，口入邊係咁重複住一句說話。佢話：大佬，你教我啦，點樣可以1秒鐘賺1億㗎？我咩都肯做㗎。偉哥我聽到呢度，心入邊忍唔住笑咗出聲。1秒賺1億，你估你係印銀紙部機咩？但係大家諗深一層，喺呢個瘋狂嘅世界入邊，真係有條癲佬做到呢件事。佢唔單止做到，仲要經歷大起大落，破產瞓街之後，竟然可以去到中東杜拜再次癲狂翻盤。呢個人就係日本無人不知嘅超級炫富狂人，被傳媒封為秒賺1億嘅男人宇澤翼。你以為呢啲只係都市傳說？錯啦，大佬，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，等偉哥同你慢慢拆解。要講呢個宇澤翼嘅傳奇，我哋要將時間推返去1982年11月，呢個細路喺晒玉縣疊富市出世。你以為佢一出世就含住金鎖匙？大錯特錯。佢老豆老母因為工作太忙，根本冇時間理佢，於是將佢調低俾喺深山經營舊式旅館嘅阿公阿婆湊。嗰個年代嘅深山旅館，乜鬼娛樂都冇，除咗山林就係啲老人家。宇澤翼細個就喺呢一種極度孤獨同乏味嘅環境下長大，唯一可以做嘅就係幫阿公阿婆打點客間旅館。但係你估唔到，就係呢段日子，令到一個幾歲大嘅細路提早見識到乜嘢叫做人情冷暖，乜嘢叫做做生意。佢望住啲客入嚟放低錢，阿公阿婆就提供服務。呢個最簡單嘅商業邏輯已經深深咁刻咗入佢個腦入邊。不過你以為佢會乖乖咁做個旅館小少爺？錯啦，大佬！接落嚟發生嘅事真係令到所有人跌爛眼鏡。上到小學之後，同澤翼終於搬出大城市，去咗大公區同父母一齊住。但係問題嚟啦，一個喺深山長大嘅野孩子，點樣同大城市啲公子哥兒玩埋一堆？佢嘅性格同周圍啲同學完全夾唔埋，結果就係日日俾人恰，日日俾人當波咁踢。去到13歲嗰年，呢個細路終於忍唔住啦。佢發覺既然做乖仔會俾人恰，咁不如做個連魔鬼都驚嘅惡霸啦。佢由一個受害者徹底黑化，變成一個不良少年，仲加入咗當地最惡嘅暴走族。你知唔知佢癲到咩程度？13歲人仔已經有14次被捕嘅記錄。日日同其他幫派開片，打到爆缸入院係家常便飯。佢心入邊只有一個信念，就係打唔贏就加入，夠惡先可以生存。但係你以為佢淨係識得打打殺殺就過一世啦？錯啦，大佬！更黐線嘅事仲喺後頭。呢個飛仔竟然有住魔鬼一樣嘅生意頭腦，就算日日喺街頭拉架生劈友，同澤翼個腦都冇停止過運轉。佢發現身邊啲古惑仔兄弟個個都貪靚，但係又冇錢買靚衫，於是佢竟然一邊打交一邊做起二手衫生意。初中嗰陣，佢淨係靠賣衫，每個月已經可以賺到幾十萬日元，相等於幾萬蚊港紙。你諗下，一個10幾歲嘅冇銀包厚過佢老豆，呢種感覺有幾爽？上到高中，佢讀咗3日就覺得學校教啲嘢簡直係廢話，直接填表退學。佢繼續佢嗰種又打交又揾錢嘅雙軌人生，仲未夠18歲，佢戶口已經有成700萬日元存款。但係好景不常，18歲嗰年，佢因為參加關東地區最大規模嘅暴走族集會，被差佬一網打盡，正式落網。你以為坐完監出嚟佢會繼續做大佬？錯啦，大佬！接落嚟嘅轉折，你絕對估唔到，佢竟然話要考全日本最頂尖嘅大學。係看守所望住個天花板，同澤翼突然醒覺，做古惑仔做到頂點都係一個古惑仔，隨時橫屍街頭。佢要玩就要玩鋪最大嘅，去讀書，去賺全世界嘅錢。佢一出冊就好似變咗第二個人咁，將所有飛車黨嘅衫掟晒。一個連高中都未讀過嘅飛仔，竟然每日鎖自己喺房入邊19個鐘頭，死讀爛讀。19個鐘頭啊，大佬！除咗食飯交屎，連瞓覺都只係得幾個鐘。就係憑住呢股極端嘅狠勁，佢用咗9個月時間，竟然奇蹟地考入咗日本頂尖嘅早稻田大學社會科學系。
呢單嘢當年喺日本真係轟動一時，簡直係真人版嘅墊底辣妹。本來佢係立志做個西裝骨骨嘅大律師，點知有一日佢喺圖書館睇到一本書，叫做《創業好快樂》。呢本書好似一道閃電咁劈中咗佢個天靈蓋，佢決定唔做律師啦，佢要創業。但係你以為天才創業就一定一帆風順？錯啦，大佬！市場嘅毒打先至啱啱拉開序幕。2005年，佢喺大學搞咗個創業社團，第2年就正式成立咗一間賣辣妹男裝嘅服裝公司。佢日夜顛倒咁做，除咗食飲拉撒，幾乎全部時間都坐喺電腦前面。短短3年半，佢將公司嘅月營業額推高到1億5千萬日元。佢以為自己已經天下無敵，身形亦都跟住個荷包一樣暴漲。點知2011年，公司嘅資金鏈突然斷裂，毫無預兆之下宣布破產。佢個人仲背上咗4000萬日元嘅巨債。一般人孭住4000萬債，早就跳咗樓或者去咗避債啦。但係宇澤翼係咩人啊？單嘢水太深，隨時被黃標，大家趁未下架，趕緊熱推，當係撐偉哥啦。你哋推一推，偉哥馬上同你爆佢點樣一晚之間由天堂跌落地獄，然後再起死回生。多謝各位街坊嘅熱推，偉哥即刻同你繼續去片。話說宇澤翼破產之後，佢冇流一滴眼淚。佢發現原來賣衫呢種傳統生意太慢啦，日貨全倉物流樣樣都係錢。佢要揾一種零成本、利潤最大化嘅生意。於是佢將目光投向咗當年啱啱興起嘅網絡聯盟營銷，即係我哋俗稱嘅割韭菜大師班。佢極速成立咗新公司，靠住極度誇張嘅包裝同洗腦式嘅宣傳，教人點樣喺網上賺大錢。佢極速成立咗新公司，靠住極度誇張嘅包裝同洗腦式嘅宣傳，教人點樣喺網上賺大錢。呢個時候嘅佢徹底掌握咗人性嘅弱點。佢周圍去上電視節目，接受雜誌訪問，將自己塑造成一個高高在上嘅霸道總裁。傳媒問佢揾幾多錢，佢大言不慚咁話：我每年營業額50億，我個人每個月淨收入最少1億日元。秒賺1億嘅男人呢個朵就係咁樣響絕全日本。但係你以為佢賺到錢會收埋？錯啦，大佬！佢嗰種炫富嘅方式真係會震碎你嘅三觀。同澤亦覺得要有動力賺錢，就必須要瘋狂領錢。佢每個月規定自己一定要領晒個1億日元。佢啲錢使去邊？聽好啦，佢喺東京地價最貴嘅6本木，一口氣租咗5間頂級豪華公寓。每個月租金加埋要800幾萬日元。點解要租5間？因為佢同時養住5個頂級索女做女朋友，一人一間唔使爭，仲未計嗰啲主動送上門嘅散餐啊！有次佢突然之間好想食長野縣嘅蕎麥麵，你估佢點？揸車坐高鐵？佢覺得太慢啦，直接攞30萬日元出嚟，包架直升機飛過去長野，食完碗麵再飛返東京。去買家私，入到鋪頭連價錢牌都唔睇，手指隨便指幾下，話呢個同呢個我要晒，埋單630萬。買車更加誇張，3500萬嘅賓利，7000萬嘅勞斯萊斯，3000萬嘅法拉利，全部現金 full pay。每晚去夜總會開香檳，一晚就燒幾百萬。佢連銀包都塞唔落啲錢，日日帶住幾個裝滿銀紙嘅紙袋出街。你以為佢咁樣使錢好威？錯啦，大佬！接落嚟發生嘅事就係所謂完美犯罪中百密一疏嘅致命破綻。我見到網上好多網民都話呢條友根本就係高級古惑仔割韭菜，抵死啦，報應啊！但係偉哥同你講，用賭徒心理去分析呢件事，你會發現同澤翼根本就係將自己條命擺上張賭台度做孤注一擲。佢知道自己賣嘅係人設，係夢想，佢必須要瘋狂領錢，先可以吸引更多想發達嘅傻仔去買佢嘅課程。佢贏就贏盡，輸就輸清光。但係佢計漏咗一樣最恐怖嘅嘢，就係日本政府把殘酷嘅稅收鐮刀。2014年4月，同澤翼嘅公司再次宣布破產。點解？因為佢掛住瘋狂使錢，完全冇留底交稅嘅錢。日本嘅富人稅高達55%。當稅局攞住3億幾日元嘅稅單敲門嗰陣，佢成間公司連1萬蚊現金都攞唔出。結果點啊？佢焗住砸鍋賣鐵，
將名下所有法拉利、勞斯萊斯、六本木嘅豪宅全部賤賣，用嚟填補稅局個大窿。秒賺1億嘅男人，一夜之間變成秒速破產嘅男人。所有日本傳媒都將佢當成笑柄，啲雜誌記者仲特登跟蹤佢，影到佢着住套殘舊西裝，坐喺公園地下食平價杯麵嘅落魄商。曾經圍住佢轉嗰啲所謂女朋友拜金女，一夜之間全部失蹤，電話都打唔通，連電視台嘅搞笑節目都請佢上去，當眾瘋狂恥笑佢。你以為佢去到呢一步，肯定一蹶不振，甚至會自我了結？錯啦，大佬！一個真正嘅賭徒，只要仲有一口氣，都一定會揾機會翻盤，接落嚟佢嘅操作，真係電影都拍唔出。破產之後，桐澤亦知道自己喺日本已經名譽掃地，身敗名裂，根本冇立足之地。2014年尾，佢買咗張單程機票逃離日本，先去咗新加坡，之後再轉戰中東嘅杜拜。點解揀杜拜？因為杜拜免收個人所得稅。佢喺心入邊發毒誓，我絕對唔會再俾日本政府割我韭菜。去到杜拜之後，佢痛定思痛，發覺自己根本唔係做實業或者搞公司嘅材料，管人太煩啦。於是佢決定轉型，做一個全職嘅金融操盤手。你估下一個完全冇金融背景嘅人點樣學炒股？佢將當年考早稻田嗰種非人生活再次搬出嚟。喺杜拜間屋入邊，佢每日花16個鐘頭對住部電腦，研究分析過去30年全球股市、債券同虛擬貨幣嘅圖表走勢。佢英文極差，但係為咗睇得明外國財經新聞，佢將所有同投資相關嘅英文術語死記硬背，全部吞晒落肚。佢用僅餘嘅幾萬蚊本金，開始喺股海同幣圈入邊廝殺。你以為炒股係靠運氣？錯啦，大佬！佢靠嘅係絕對嘅專注同對風險嘅極端承受能力。短短1年時間，去到2016年，佢靠住精準嘅眼光同極高槓桿嘅操作，資產竟然暴升返去40億日元。冇錯，你冇聽錯，係40億日元。佢再次揸返法拉利喺杜拜嘅沙漠公路上狂飆。但係你以為有錢就大晒啊？錯啦，大佬！當你見識到佢為咗人生另一件大事而做嘅極端行為，你就會明白呢條友之所以成功，係因為佢對自己夠狠。話說桐澤亦有錢之後，決定要同當時一直陪住佢捱世界嘅女朋友結婚。佢望下塊鏡，發覺自己因為長年坐喺度炒股，成個身形肥到隻豬咁，體重超標到一個得人驚嘅地步。佢同自己講：我要用最好嘅狀態着起套結婚禮服。結果佢點做？佢竟然將所有幾十億嘅投資交易全部清倉暫停，冇錯，係1毫子都唔炒，徹底離開個市場。佢提出咗一個非常著名嘅保齡球1號球理論。佢話打保齡球，只要你全力擊中正中間嗰粒1號球，其他9粒波自然會冧晒。對於當時嘅佢嚟講，減肥就係嗰粒1號球。佢將每日研究股票嗰16個鐘全部擺晒落去減肥度。佢瘋狂做 gym， 嚴格控制飲食，一口碳水化合物都唔食。佢話好多人以為減肥最緊要係做運動，其實30分鐘運動只係消耗200卡路里，根本嘥氣。最直接就係截斷源頭，唔好食。就係憑住呢種偏執狂一樣嘅專注力，佢竟然喺短短2個月之內狂減咗足足20公斤，由一個大肥佬變返做一個精神奕奕嘅型男。一個對自己都可以狠到咁嘅地步，話唔食就唔食，話唔炒股就停晒手嘅人，你話佢點會唔成功？不過你以為咁就完啦？錯啦，大佬！故事嘅最後仲有一個令所有人都意想不到嘅溫馨結局。大家仲記唔記得桐澤亦破產嗰陣，佢身邊嗰啲索女全部雞飛狗走，唯獨是有一個女仔由始至終都冇離開過佢。呢個女仔原本係一個賽車女郎同寫真女優，當與澤亦連住嘅地方都冇，俾全日本傳媒當狗咁笑嗰陣，佢依然默默咁陪喺與澤亦身邊，甚至跟埋佢去新加坡同杜拜重新開始。與澤亦雖然狂妄自大，但佢分得清邊啲係真情，邊啲係假意。佢減肥成功之後，就同呢個糟糠之妻正式拉埋天窗，仲生咗1仔1女。而家嘅與澤亦已經唔再係當年嗰個日日喺六本木開香檳嘅2世祖。
佢而家將賺到嘅錢全部換成實質嘅資產。佢花咗2億5千萬日元喺全球第一高樓杜拜哈利法塔買咗個單位。今年仲誇張，直接科水5億5千萬日元喺杜拜買咗棟超級無敵大別墅，仲未計佢喺泰國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買落嗰啲收租物業。有人幫佢計過條數，淨係不動產呢一忽，佢已經揸住45億日元。如果加埋佢手上嘅現金、股票同虛擬貨幣，佢個人嘅總資產保守估計已經突破80億日元。講到底，同澤翼呢個人到底係一個千古巨騙定係一個曠世奇才？喺日本依然有好多人鄙視佢，覺得佢只係一個靠吹水起家、運氣好嘅暴發戶。但係偉哥，我覺得佢代表咗某一種極致嘅人性。佢唔甘心做一個平平無奇嘅凡人，佢寧願好似流星咁樣，即使短暫都要燃燒到最光最猛。正如佢自己講過一句好出名嘅名言：錢就係我嘅全部。一係賺錢，一係死，賺唔到錢，我寧願死。呢種近乎病態嘅執着，造就咗佢大起大落嘅傳奇人生。大家聽完呢個故仔，又覺得與澤翼係一個點嘅人呢？好啦，今日偉哥同大家吹水就吹到呢度。呢單日本第一狂人嘅故仔，真係講到我口水都乾埋。如果大家覺得偉哥講得夠過癮，猛料夠足，記住幫手撳個熱推，分享俾身邊啲朋友一齊食花生。江湖規矩有推有還，偉哥承諾下次一定帶更多、更猛、更黐線嘅奇聞異事同大家慢慢拆解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